Hello，各位同學大家好啊！今個禮拜咧，教育界發生咗兩件大新聞啦。咁咧都對錯唔想喺度討論，咁但係反而倒轉頭咧，想講下如果你係一個新老師，或者你係啱啱入職冇耐嘅老師，其實你點樣去對待呢啲事件？咁第一件事咧，就當然係喺一個交流團啦，內地交流團裏面咧，有一個不幸嘅事件啦。咁有位同學咧就喺個交流團期間咧就不幸身亡。咁到目前為止咧，嗰個原因係啲咩咧？咁啊，教育局俾出一個答案咧，就係調查已經結束啦。咁咧就冇詳細講到喺個遊學團或者係交流團入面咧發生咗啲乜嘢事情嘅。咁啊，慢慢咧開始有一啲嘅傳言流出啦。咁但係咧都係傳言，唔係官方機構講嘅嘢咧。咁我哋咧喺度就唔詳細討論啦。咁另一件事咧就係天水圍嘅，即係我故鄉啦嚇，天水圍啦。咁咧就發生咗一個太空遊嘅一個即係學生3P 嘅事件啦。咁啊，其實好多教育界嘅同工咧都係嘩然嘅，即係話啊，點解而家嗰個香港嗰個細路仔個價值觀係咁樣咧？甚至乎喺 Fresh 嗰度咧都會睇到啦，有啲人話啊，我13歲嘅時候仲同阿媽扭緊計，我要食雪糕，或者爸爸唔小心食咗我雪糕咁樣。咁但係而家啲13歲嘅小朋友竟然係講緊係太空遊啊、戶外3P 啦咁樣，係呢啲咁嘅話題。咁所以我覺得從一個教育界嘅人士啦，可以睇呢啲事情咧，有一個角度係從學校嘅角度出發咧，係可以睇到而家做教師咧，其實係唔係好舒服嘅一個地方。咁而呢個唔舒服嘅地方，亦都係點解我想離開教育界嘅一個原因嚟。咁今年咧，井頻道咧喺2月嘅時候咧，我就製作一個 mock examination 啦。咁有中英文嘅版本咧，同學都可以咧係購買嘅。咁另外咧係有改卷嘅服務嘅，詳情咧可以喺描述欄嗰度睇到。請多多支持井頻道。咁可能睇呢個頻道嘅人咧，你對教育界都會有少少嘅認識啦，又或者對教育理論都有少少嘅認知咁樣啦。咁咧其實喺 classroom management 裏面，即係課室管理或者叫課室營運裏面咧，我哋有個概念咧就係話要即係將個教學嘅指令咧要講得清清楚楚，即係話例如你做咗 A 嘅事情咧，你會得到 B 嘅結果。咁於是乎咧講清楚之後咧，你俾人罰咧，你就心甘情願，你唔好去嘈啦。咁但係咧，其實講得咁清清楚楚咧，喺我10年教學生涯裏面咧，我覺得反而未必係好弱嘅。咁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咧？因為其實當你講到啲事情清清楚楚嘅時候咧，就會開始有學生咧嚟試你嘅底線啦。學生咧會不停去挑戰你，究竟你係憑咩去判斷個學生係過咗條線定未過條線咧？喺咩情況之下過線，咩情況下唔過線？例如我上堂嘅時候做呢件事情，同我小息嘅時候做呢件事情，會唔會有一啲分別咧？咁你係做老師嘅時候咧，你要喺呢個位咧好多 judgment， 都係會製造咗好多一啲課堂嘅紛爭嘅。因為咧，其實喺可能喺一啲 Band 3學校裏面，有一啲學生咧佢上堂嘅目的咧唔係為咗學習，亦都唔會咧去幫你咧去令到個課堂咧順利進行。佢嘅目的咧就係令到個課堂不能夠順利進行。好啦，如果你熟知有一啲嘅 conditioning 嘅概念嘅話咧，即係話你同佢糾纏咧係正中下懷，你係不停咧 reinforce 緊佢咧係不停同你繼續糾纏落去。咁所以咧喺呢啲爭拗位咧，我就會傾向咧唔好用呢啲講清講楚嘅策略。我會用咩咧？我會用一個戰略模糊嘅策略啊。咁如果有聽過啲國際關係嘅人咧，應該都知道啦嚇。我唔會講得清清楚楚你做呢一件事情嘅確實嘅結果係啲乜嘢。OK， 我會講得好清楚，你唔好激嬲我，你激嬲我，你可能會好大鑊㗎。咁你講到戰略模糊嘅時候咧，你就變咗咧，學生咧就會驚啦。原來咧，喺唔同嘅情況下，喺唔同嘅處境，我做唔同嘅事情，用唔同嘅語氣講唔同嘅説話，做唔同嘅行動啊，會有一啲唔同嘅後果，但係我唔知道個結果係啲乜嘢嚟嘅。係啦，咁咧喺咁嘅情況下咧，係可以壓制到有一啲上堂上嘅糾爭嘅，令到個課堂咧係可以順利進行。咁但係好坦白講，你問我，我覺得呢一個係現實世界嗰個遊戲法則嚟嘅。邊有人可以將咁多唔同嘅規則講得清清楚楚啊？你而家上去法庭，點解仲要有個官喺度判，唔揾個 AI 去判咧？就係因為永遠有一啲人性化嘅考慮喺度，所以有模糊嘅位置，呢個先係現實世界嗰個運作嘅模式。雖然以教育嘅角度嚟講嚇，講得清清楚楚規則後果咧，呢個對訓練學生咧係一個好事，但我又唔覺得喺中學嘅後期啦嚇，我哋係需要用到
咁清晰嘅指引，因為佢哋智能發展咗咧，就會開始挑戰。點解無啦啦講到咁遠咧？因為咧喺公社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裏面咧，其實教育局咧就係用緊呢一種嘅戰略模糊嘅策略。喺呢一個公社科交流團裏面咧，一路咧教育局咧俾學校嘅指引咧，都係所有學生咧都必須要去參與呢一個嘅公民科嘅交流團，必須要咧係參加教育局指定一系列嘅團嚇，由即日來回，而家少咗啦嚇，2日1夜到3日2夜嘅團都有，而且咧喺教育局一路俾落嚟嘅文件都係話咧，如果學生唔參與呢一啲嘅公社科嘅遊學團咧，係會有嚴重嘅後果。但係乜嘢嚴重嘅後果咧？從來都冇講過咧，係有幾嚴重。教育局咧係一路俾壓力咧係學校，如果唔去遊學團嘅學生咧，你需要補辦翻，佢中五唔去就要中六去翻啦。又係啦，冇講過後果係啲咩？呢啲學生唔去遊學團嘅原因、理由必須要係清晰嚇，要寫報告，要匯報校董會，校董會要知情。咁對於一般老師嚟講話，嗰件事情上到校董會咯喎。甚至乎咧，因為你上到校董會，即係話啲文件咧係已經記錄晒啦。咁即係話，如果督學嚟到學校去查詢嘅時候咧，你又要同督學去解釋點解你冇令到呢一個學生去參加呢個遊學團？點解你冇強嗱？即督學當然唔會用呢個字啦，強迫。點解你唔引導個學生咧去參加呢一啲嘅遊學團咧？呢個對佢嚟講好緊要。咁第三講到就係，雖然 DSE 係唔計你嗰個嘅公民科個成績啦，亦都唔需要呈報嗰個分數啦，但係咧你唔好忘記，我哋讀書咧唔淨係去應付個 DSE，其實你喺學校裏面完成課程嘅要求咧，都係我哋學校要做嘅事情嚟。咁如果你冇參與到呢一個公民科，咁究竟我當唔當你已經收筆晒呢個3年嘅公民科嗰個嘅課程咧？咁如果你冇收筆呢個必修嘅公民科，咁我可唔可以頒畢業證書俾你咧？嗱，呢啲全部咧冇講嘅。咁所以咧，你話教育刺針咧喺呢一件事嗰度追擊學校又好啦，追擊教育局、追擊考評局又好咧，其實係好嘅，因為咧其實就釐清翻晒，即係幫其他教育界嘅同工咧去釐清翻晒個責任喺邊度。係啦，咁亦都因為楊博士啦嚇，教育刺針嘅主編咧，佢已經離開咗香港嘅關係啦，咁所以佢去做呢啲事情咧係幫助到香港嘅老師非常之多。嗱，頭先講到就係戰略模糊啦，一路以嚟教育局咧壓落嚟咧就係冇話俾你聽實際嘅結果係啲咩。老師有咩責任，學生有咩責任，學校有咩責任，全部都冇講，淨係一路咧會俾一個壓力你咧，就係呢啲係同國安有關㗎，你哋唔做好大鑊㗎，有幾大鑊唔知，你好大鑊㗎咁於是乎咧，其實呢幾年嘅風氣就開始出現啦，就係話其實我唔做會點咧？我做得唔好會點咧？從來都冇講嘅。好啦，咁如果學生唔履行呢個責任，咁又會發生啲咩事情咧？早幾年咧，曾經就有一個嘅校評嘅外評嘅報告啦，就講到話有啲學校咧係冇要求學生咧喺奏唱國歌嘅時候咧要開口唱，甚至乎咧話唱得唔夠大聲嚇，唔夠真誠。好啦，咁我哋係前線嘅老師，究竟我哋要點樣去 handle 呢件事情咧？我哋冇辦法叫開學生個口你要唱你一定要唱。好啦，我哋可唔可以去罰學生？老師係有權咧去懲罰學生、處罰學生嘅。咁但係我要處罰到咩位咧？有咩原因、有咩理由處理呢個學生咧？好啦，如果係家長投訴埋嚟嘅時候，究竟我邊條嘅規則、邊條嘅指示要求我要求我讓學生一定要唱校歌咧？冇嘅，佢純粹喺外評報告嗰度咧去就話咧學校咧係冇做好呢一件事情。咁你唔好睇小外評報告，因為外評報告咧而家咧係全部都會擺上網噶啦。咁咧，所以如果咧你嗰個外評報告係顯示咗你間學校喺國安嗰度做得唔好，遇上到有一啲嘅官方嘅報章咧去指責你嘅學校咧喺呢個方面做得唔好嘅時候，又翻轉頭啦。其實個問題出咗喺邊咧？邊條條例、邊條法例要求我要咁做咧？要做到幾好咧？全部都冇嘅。咁所以點解唔係教育局出聲咧？就係要由報章喺啲情緒化嘅方式咧去宣泄出嚟咧，令到啲老師係會好驚。咁翻嚟就係遊學團呢一樣嘢啦。
你話有啲學校出到信就話，如果你唔去呢個遊學團，會令到你嘅 DSE 唔合格。咁呢件事係咪完全冇根據咧？其實就唔係嘅。喺當年咧睇翻你，其實你上網 search 香港01嗰啲嘅報章嗰啲嘅網頁，你會 search 到教育局咧係話，如果學生唔去參加呢啲遊學團，可能會有嚴重嘅後果。咁究竟呢個可能係啲咩咧？冇講過。佢舉例嗱，冇落過文件。舉例説，佢咧係個公社科咧係會唔合格嘅。舉例冇落到一個真實嘅文字嘅法例。咁啊，好似我井 Sir 之前都會同大家一啲準老師分享就話，記得我哋學校老師係做緊一個執行法例、執行教育局指引嘅一個工作嚟。咁所以如果你係一個老師，你冇見到呢樣嘢，你只聞樓梯響，然後寫咗落通告咧，鑊就你孭㗎啦。咁所以咧，而家就係話點解會啄住某間中學嘅嗰個通告話你寫呢個話咧係一個不當嘅行為啦。翻轉頭諗，你係一個前線嘅老師，其實講真，你要處理咁多學生嘅問題，處理咁多教學上嘅工作，你仲點會有時間去分析究竟點解個教育局中人講嘅例子同實際條例寫出嚟會唔同咧？喂，原來中間係好多政治嘅問題喺度。但係講真係你做到老師嘅係冇時間搞咁多嘢㗎。咁如果嚟緊嘅世代，我哋嘅老師係捲入咗呢啲嘅政治嘅紛爭，捲入咗一啲公關嘅紛爭，冇辦法專注喺教學嗰度。咁其實受害嘅又係邊個咧？想同準老師想有意投身教育界呢個行業嘅老師都去分享一下。嚟緊咧，只會越嚟越多呢啲嘅事情。老師咧係會花好多心機喺啲政治嘅問題，同埋喺一啲嘅公關嘅問題上面。咁你哋咧要面對嘅咧係可能係 Threads 啊、Facebook 啊，又或者係一啲網絡媒體嘅一啲追擊啊咁。咁究竟你有冇能力、有冇條件去把關、去應付咧？可能小至你上堂講過嘅一啲事情啦，大至你可能出一張通告裏面有部分嘅事情係講錯咧，其實都會一路針對住你嘅。好啦，除咗講呢樣嘢之外，講到第二樣嘢，亦都係我更加想講得深入少少同訓導有關。太空遊事件嘅3位嘅同學仔，咁我諗3位同學仔而家都知道個情況有幾大鑊噶啦，咁所以咧冇需要喺度再去鞭撻鞭屍佢哋啦。反而到轉頭係學校老師學校老師其實咧面對呢一啲學生咧係好難教嘅，喺而家呢個世代。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學校老師係好容易俾人放上去社交媒體嗰度咧進行攻擊嘅。無他係因為學校老師收住個人工真係唔低，而且學校老師係掌控住權力，掌控權力嘅人咧，永遠喺個網絡上咧，佢都一定係被攻擊嗰個啦，佢唔會受保護。能夠保護到掌控權力嘅人，永遠都只會有條例同指引嘅啫。好啦，翻轉頭就係而家我哋老師去處理呢一啲問題學生嘅時候，有冇啲咩嘅指引咧？我覺得最清晰嘅指引就係你唔可以踢佢出校。就算你用一啲方法令到佢離校，佢他日想讀翻書，佢第一間翻嚟嘅都一定係嚟嗰間學校。That's it。好啦，如果翻去咁樣嘅諗法，其實我哋做老師有幾多個空間去處理學生嘅問題咧？翻去80年代、90年代，簡單啫。你冇心機讀書嘅，你咪出去做嘢咯。中三出去揾份工咯，係咪啊？以前咧真係會講踢你出校，你冇心機讀書踢你出校啦。但係而家我哋免費教育去到6年，個個咧好坦白講，學生就算有意願咧離開學校去揾份工嘅，其實家長咧都冇呢個意願嘅，起碼最少都要讀到中6，即係抽離少少睇下，即係可能有同學睇緊呢段片，抽離少少睇，你係家長，你都想佢喺裏面咧逗留到中6，起碼攞個叫中學畢業嘅證書，係咪？好啦，咁所以咧永遠咧就變咗係一個磨心嚟。咁你係老師、訓導老師、班主任咧去處理問題學生嘅時候咧，其實你而家仲有啲咩嘅手法咧？可以同你講冇噶啦。佢哋嘅行為偏差有咩後果？冇後果。佢哋喺學校裏面謾罵老師有冇咩後果？記個缺點，記個大過小過有咩意義啊？完全冇意義。
對於 Band 1、Band 2嘅學生嚟講，佢哋將來張成績表可能會俾人睇嘅，個小個大個可能咧對佢哋嚟講會有傷害，直接傷害。但係對於一個 Band 3學生，講真，我去洗個碗，我去做跟車，邊個睇你張成績表啊？你有手有腳，識講嘢，識揸車，搞掂啦，係咪？所以咧，冇後果嘅一個教育制度，究竟會造成嘅係啲乜嘢嘢咧？你會見到而家係越嚟越禮樂崩壞啊！學生做犯錯嘅行為冇結果，謾罵老師冇結果，唔交功課冇結果，大條道理。上堂瞓覺，你話罰佢咩？罰咯，咁啊罰企，跟住又會投訴你體罰噶咯喎。咁唔好講罰啦，既然罰係咁困難，又唔好講罰，我哋循善誘去。一班20幾個學生，請問你可以循善誘得到幾多個學生咧？真心嘅即係而家嘅教育制度究竟俾到幾多嘅條例，俾到個指引我哋咧去處理一啲行為有所偏差、價值觀有所偏差嘅學生咧，其實係好坦白冇。咁啊，翻轉頭就係頭先講嗰個國安嘅問題，唱國歌嘅問題。學生唔唱國歌，你可以點做咧？你可以同佢唱多5次、6次、7次。你喺佢面前唱埋俾佢睇，錄音俾佢睇，係咪？但係嗱，你唔可以獨自韞佢喎，唔係佢會投訴你精神攻擊佢喎，係咪啊？如果佢冇一個後果係我唔唱國歌會點冇官方嘅指引，冇官方嘅條例，我唔唱國歌會點？唔去遊學團會點？咁平時嘅一啲紀律問題其實完全一樣，冇一個官方嘅指引，冇一個官方嘅條例話如果你校服着得唔好要點，欠交功課點，冇嘅。呢啲咧係俾咗老師嘅自由度。以前咧個社會嘅風氣咧都仲會尊師重道少少。咁而家呢個社會，因為大家都係受教育人士啦，係咪？咁所以當然係會 judge 啲老師咧去做嘢啱定唔啱，有冇濫權？呢個係正確嘅。老師作為一個有權力嘅人咧，佢嘅行為咧應該係有權係被 challenge。咁但係到轉頭個困難位亦都會喺呢一度咯。咁啊，井 Sir 教咗10年嘅 Band 3啦，咁同學生之間關係咧都尚算良好啊。點解？因為咧我永遠都會同學生去建立關係先，乜都唔好講，先講學生老師之間嘅關係。學生尊重你，俾面你咧，其實往後咧有好多嘅事情咧就會容易啲傾。咁個學生俾你嘅尊重唔係嚟自你好惡，而係咧你識唔識去體諒學生、聆聽學生，同埋咧你係去尊重學生嘅意願，係啦。咁係用咁嘅方向入手咧，咁你先可以處理到學生嘅問題。所以呢段片嚟到最尾咧，我想俾啲建議啦，有意入行啦或者新入行嘅老師，隨住你哋咧教學嘅年資較深啦，開始要做管理層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你手上所拎住嘅一啲嘅指引啦，手上所拎住嘅一啲嘅條例咧，其實咧係冇辦法咧令到你好公平透明咧去處理學生嘅問題。咁如果個教育局係如果個教育嘅部門啦，學校嘅高層咧，佢哋係習慣咗咧，唔會幫你孭鑊，唔會幫你上身嘅。一句話，調查已經完結啦，咁咧冇任何承擔，亦都唔去處理一啲網上嘅言論啦、網上嘅紛爭啦。咁咧呢啲嘅前線老師咧，其實你就係手把噶啦，中層又好啦，前線又好啦，你就係手把噶啦。你會俾人哋挑戰啦，甚至乎咧有啲學生咧比較好事之徒咧，咁佢哋咧就會上網擺晒你啲個人資料上網啦，將你嘅一啲想法或者平時唔小心講錯咗一啲嘢咧，放到上網裏面咧放大去討伐咧，呢啲咧係將來嘅老師咧你會面對嘅。咁如果教育局都唔支援你，學校都唔支援你嘅時候咧，咁你作為一個嘅老師咧，你要諗清楚你承受嘅壓力係啲咩，然後咧你再諗清楚咧，你喺平時每日嘅行為行動究竟咧係要做到咩嘅地步，你先可以保護到自己啊！好，我哋下次再見，拜拜。如果你支持井頻道嘅製作嘅，請你記得支持4部曲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希望咧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咧我哋一個人嘅廣東話教學製作。如果你有其他有興趣嘅課題，歡迎咧留言話俾我知，我會優先製作嘅。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